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健康守护者唐医师，欢迎回到我们的健康讲堂。今天这集节目真的非常关键，因为它直接关乎到你和你家人的生命安全与健康寿命，请务必以此为戒，耐心听我娓娓道来。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的心情其实是非常沉重的，因为我想先跟各位分享一个就发生在我身边真实且令人感到无限遗憾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生活习惯如何在一瞬间摧毁健康的惨痛教训。希望透过这个案例能敲响大家心中的警钟。我们社区里有一位备受敬重的张伯伯，今年刚满65岁，他平常的身体状况可以说是好得让人羡慕。这几年来，张伯伯一直都是我们社区里的健康模范生。他的身体非常硬朗，气色红润，说话声音洪亮，中气十足，胃口也特别好，完全看不出已经是用敬老卡的年纪。不管刮风下雨，他每天早上准时5点半就会出现在附近的公园里打太极拳或是跳健康操，从来没有缺席过。邻居们只要提到养生，第一个都会想到请教张伯伯。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看似强壮如牛，连感冒都很少得的长辈，就在上个月，竟然突然被救护车鸣柱警笛紧急载走了。当时在场的邻居们都吓坏了，大家都在猜测，是不是张伯伯走路不小心摔倒骨折了，还是他不小心血压升高导致中风了。后来经过我们去医院探视病，深入了解情况，才发现那个差点夺走张伯伯性命，导致他突发性急性心肌梗塞的罪魁祸首，竟然只是一杯看似普通的水。各位朋友，你们真的没有听错，就是一杯平淡无奇，我们每天都在喝的水。这个真相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事情的详细经过是这样的，那天早上，台湾典型的夏季早晨依然闷热潮湿，空气中仿佛透着蒸笼般的热气。张伯伯在公园做完一整套激烈的健康操之后，全身大汗淋漓，衣服都湿透了，仿佛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因为大量流汗，体内水分流失极快，他感觉喉咙像火烧一样浅渴难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渴得冒烟。这时候大脑下视丘发出的口渴讯号极其强烈，于是他一回到家，立刻拿起桌上放着的一大瓶凉开水，二话不说，扬起脖子就咕噜咕噜，一口气把整瓶水灌了下去。喝完之后，他当下觉得非常痛快解渴，那肿透心凉的感觉让他觉得暑气全消，彷佛或得了重生。可是就在他准备坐下来休息看报纸的时候，突然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他感觉到胸口像是被一块千斤巨石重重压住一样，剧痛无比。这种疼痛还放射到了左肩和背部，紧接着呼吸变得极度困难，就像溺水一样吸不到空气，脸色瞬间发白，冷汗直流，还来不及呼救，整个人就瘫软倒在地上了。这就是医学上非常典型的因为猛灌水而导致心脏受损的案例，我们称为水中毒引发的心脏衰竭。听到这里，正在观看节目的你们，是不是心里也跟着咯噔了一下？是不是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熟悉？我相信很多朋友心里一定在想，唐医师，这不就是我平常喝水的样子吗？运动完口渴的时候，不就是应该大口喝水才过瘾吗？或者心想，我都这样喝了几十年了，身体也没出什么毛病啊，有这么严重吗？各位亲爱的朋友，这正是我今天必须要录制这集节目的原因，因为这种错误的观念实在太普遍、太危险了。它就像一个隐形的杀手，潜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要喝水，每个人都认为喝水是世界上最简单、最安全、最本能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学习。但是身为医生，我要严肃地告诉大家，如果你喝水的方式不正确，或者你手里拿来装水的杯子选错了，那么你每天的喝水行为其实就是在进行慢性自杀，一点一点地透支你的健康存折。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会为各位一一揭露那些潜藏在你身边的喝水杀手。
并且还要独家揭秘3种绝对不能使用的有毒杯子。这3种杯子在很多台湾家庭里非常常见，甚至很多疼爱孙子的阿公阿妈还拿这些杯子装水给心爱的孙子喝，这真的是犯了养生的大忌讳。为了你自己的健康，也为了全家人的平安，请一定要把这篇文章读到最后，这或许能救你一命。我们先回过头来，从医学生理学的角度分析张伯伯的案例。为什么一个身体这么健康，不仅没有慢性病史，还有运动习惯的人会被一杯水给激到呢？其实这在我们台湾的长辈圈里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坏习惯。夏天从菜市场买菜回来，满头大汗，或者刚从公园运动完，全身燥热，一进家门就抓起杯子狂灌水。这种牛饮的方式，在我们医生的眼里，简直就是给自己的心脏绑上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为什么猛灌水会致命？我用一个通俗易懂的比喻来解释，大家就把我们的心脏想象成一个家用的抽水马达，而我们的血管就是连接这个马达的一根根水管。在正常情况下，这个心脏马达有它自己的工作节奏，有条不紊的跳动，血管里的压力也是稳定的。但是如果你在短时间内突然灌入一大瓶水，这些水分会迅速被肠胃道吸收，然后像洪水爆发一样瞬间涌入血液循环系统。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你的身体内部会发生3场可怕的灾难。第一场灾难叫做心脏过载，功能衰竭，血液中的水分突然暴增，导致血容量急剧上升。这时候心脏这个马达一看，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工作量？它为了把这些多出来的血液输送到全身，不得不盼了老命的加班工作，加大收缩的力度和频率。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还能勉强承受，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心脏的功能本来就随着年龄在退化，心肌细胞减少，血管弹性也变差了。有些人甚至本身就有潜在的高血压或冠状动脉硬化而不自知，这就像是强迫一个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家突然要服从2颗大哑铃去跑100米冲刺一样，心脏怎么可能不罢工？张伯伯就是因为这种瞬间的心脏负荷过重，心肌耗氧量剧增，供血不足，从而诱发了严重的心绞痛，进而导致急性心肌梗塞。第2场灾难叫做血液稀释低钠血症，喝水速度太快，水分进入血液后会导致血液中的电解质，特别是钠离子浓度瞬间降低。钠离子在我们体内负则维持细胞内外的渗透压平衡，这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生理机制。当血液变淡，钠离子浓度过低时，人体细胞内外的渗透压平衡被打破。为了平衡压力，水分会大量渗入细胞内部，导致细胞吸水膨胀，也就是细胞水肿。如果这个发生在脑细胞，人就会开始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想吐的症状，这就是我们俗称的水中毒。如果不意识处理，严重的话甚至会脑水肿，导致意识不清甚至昏迷。第3场灾难则是胃部痉挛。当你大口喝水时，会连同大量的空气一起吞进肚子里，胃部瞬间被液体和气体撑大，胃壁肌肉受到强烈牵拉，非常容易引起胃痉挛，也就是胃抽筋，还会不停地打嗝、胃胀气。很多长辈在喝几水后感觉胸口闷痛，误以为是心脏痛，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胃部在抗议，膨胀的胃部向上顶住横膈膜，进而压迫到心脏，造成胸闷不适，这就是所谓的胃心症候群。那么究竟该如何正确喝水呢？为了避免上述悲剧，医学专家们给出了一个黄金标准，请大家务必记住这4个字：少量慢饮。这不仅是喝水的方法，更是一种养生的态度。首先是量要少，每次喝水的时候千万不要贪多，大约20到50毫升就足够了。这大概是多少呢？大约就是我们喝汤的2-3汤匙的量，或者像我们喝老人茶、功夫茶那种小杯子1-2杯的量。其次是速度要慢，水含在嘴里，
先不要急着吞下去，让水在口腔里停留几秒钟，滋润一下口腔黏膜，然后再缓缓吞咽。不要觉得这样喝水很麻烦，这种喝法对身体有3大好处。第一大好处是减轻心脏负担，水流缓慢地进入身体，给了心脏一个适应的过程，心脏不需要加班工作，血容量缓慢增加，血压也不会出现剧烈的波动。这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朋友来说是最好的保护。第二大好处是防癌抗炎，这是一个很有趣且深奥的医学知识。当我们慢慢小口喝水时，水在口腔中停留的时间变长，能够与唾液充分混合。我们的唾液其实是天然的保健品，其中含有各种消化酶和抗菌成分，像是溶菌酶和淀粉酶，能够带走口腔中的细菌，调节口腔菌群的平衡。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息息相关，减少了坏菌入肚，就能降低全身性的发炎反应，长期下来甚至有助于预防癌症，因为慢性发炎往往是癌症的前兆。第三大好处是解渴效果更佳。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大口灌水，肚子都胀得像青蛙一样了，里面咣当咣当响，但嘴巴还是觉得甜。这是因为水分流失太快，直接通过消化道排出了，细胞来不及吸收，而小口慢饮能够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让水分有时兼渗透进黏膜和细胞，让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能真正喝到水，从内而外地缓解口渴。除了喝水的速度，水的温度也是一门大学问。最适合长寿、最养生的水温是20到25度的温开水，也就是接近室温或微温的状态。这个温度的水分子活性最好，表面张力最适中，最容易被用人体吸收，也能促进新陈代谢。我特别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喝冰水，也不要喝刚煮滚的烫水。中医讲寒煮收饮，冰水的刺激会让血管瞬间收缩，导致血压飙升。对于有动脉硬化的人来说，这可能导致血管斑块脱落或血管破裂，非常危险。而超过65度的热水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辖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2A 类致癌物，长期饮用会反复烫伤食道黏膜，导致细胞病变，增加罹患食道癌的风险。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养生口诀：温开水，小口喝，慢慢吞。这不是矫情，这是在救命。讲完了怎么喝，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最核心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部分，那就是用什么杯子喝水。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种想法，杯子不就是个容器吗？只要能装水不漏水就好了，哪有那么多讲究？请千万不要这样想，有些杯子本身就是毒源，你喝的水虽然是干净的，但经过这个杯子一泡就变成了毒水。特别是以下这3种杯子，如果你家里有，请听我一句劝，现在立刻去把它们找出来扔掉，不要为了省那几10块钱而赔上健康。第一，种毒杯子，底部标示数字7的 PC 塑料杯。现在很多朋友家里都有那种透明的塑料太空杯，或者是超市几点送的正品杯，甚至一些奶瓶，它们轻便、摔不烂、携带方便。但是请大家现在就拿起你家里的塑料杯，翻过来看看杯底有没有一个三角形的回收标志，中间写着数字7。如果有，请务必提高警觉。这种材质叫做聚碳酸酯 PC， 它用来装常温的冷水是没问题的，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怕热。一旦遇到超过80度的热水，这种塑料的化学结构就会不稳定式，放出一种可怕的化学物质，叫做双酚 A、BPA。 双酚 A 到底是什么？它就是赫赫有名的环境荷尔蒙，它在人体内会模拟雌激素的作用，干扰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它有潜在的致癌风险，会增加乳癌、摄护腺癌和肝癌的风险。它还会导致免疫力下降，
让人更容易生病。更可怕的是，如果你用这个种杯子装热水给孙子喝，可能会导致儿童性早熟，让小女生的胸部提早发育，小男生的生殖器发育受阻。对于年轻男性来说，还可能导致精子数量减少，生殖功能下降。所以，塑料杯不管外观多漂亮、多昂贵，尽量都只用来装冷水。如果你真的分不清楚材质，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塑料杯只喝冷水，喝热水请务必换杯子。第二，种毒杯子，掉漆或破损的陶瓷杯。我发现台湾很多勤俭持家的长辈非常惜物，家里那些用了10几年的老式搪瓷杯，或者印有花纹的马克杯，外面漂亮的烤漆已经剥落了，里面的陶瓷也磕碰出了缺口，但还是舍不得丢，继续拿来喝水。朋友们，节俭是美德，但不能在这个攸关性命的地方省钱。那些色彩鲜艳的陶瓷杯和搪瓷杯之所以看起来漂亮，是因为颜料中含有铅粒等重金属。当杯子完好无损时，有一层釉面保护住，所以是安全的。但是，一旦油漆剥落、陶瓷破损或者釉面出现裂纹，这层保护膜就破了。这时候，如果你倒入滚烫的热水或者是酸性的果汁、醋饮，这些铅粒等重金属就会加速析出，溶解到水里。这些重金属进入人体后很难被代谢掉，会直接攻击肝脏和肾脏。长期喝这种重金属水会损害肝肾功能，对于代谢本来就缓慢的老年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严重的话，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导致反应迟钝、记忆力衰退，甚至增加失智症的风险。这里教大家一个辨别的小窍门，如果你舍不得丢，想测试一下杯子安不安全，可以找一些白醋，把杯子浸泡在白醋里24小时，第二天看看，如果醋变色了，或者杯子的图案褪色了，甚至闻到刺鼻的味道，别犹豫，立刻丢掉，这就是重金属超标的铁证。千万别拿身体当过滤器。第三，种毒杯子，装酸性饮料的不锈钢保温杯。现在台湾人很注重养生，出门都会随身带个保温杯。正规的保温杯通常是由食品级的304或316型号不锈钢制成的，用来装白开水是绝对安全的。但是很多长辈喜欢在水里泡柠檬片来补充维他命 C， 或者装碳酸饮料、汽水，甚至是刚熬好的中药汤剂，这就有大问题了。柠檬水、汽水、中药大多呈酸性，不锈钢虽然耐腐蚀，但它毕竟是金属合金，在酸性液体的长期浸泡下，不锈钢内胆表面的保护层会受损，其中的铬、镍等重金属元素会加速析出，这就是所谓的慢性金属中毒。长期这样喝可能会引起头晕、记忆力减退，严重时还会导致皮肤过敏和呼吸系统受损。我这里有个真实案例，我的邻居王阿姨非常讲究养生，听说喝柠檬水可以美白、软化血管，于是她买了一个高级的不锈钢保温杯，每天切几片柠檬泡在里面，一喝就是一整天。结果喝了大半年，她总是觉得头晕眼花，记性变得很差，皮肤还老是莫名其妙过敏红肿，去医院检查，竟然发现是轻微的重金属中毒。所以朋友们，保温杯请严格遵守只装白开水的原则。如果你想喝柠檬水、中药或茶叶，请务必使用玻璃杯或陶瓷杯。说了这么多不能用的杯子，那我们到底该用什么杯子才安全呢？最安全、最健康、最推荐的杯子，其实就是最普通、最便宜的透明玻璃杯。玻璃杯在烧制过程中不含有基化学物质，表面光滑，容易清洗，细菌无处藏身，而且不会有重金属析出的问题。现代的高硼系玻璃耐冷热，不容易炸裂，非常实用。其次是内壁没有彩绘、没有釉面裂纹的陶瓷杯，记得内壁一定要是白色的，不要选那些里面花花绿绿的，那些颜料最容易出问题。另外，杯子的容量不要太大，我建议选择150到200毫升的小杯子。为什么呢？因为杯子小，
你一次装的水就少，这正好强迫我们符合小口慢饮的原则。就算你不小心喝快了，总量也不多，不会给心脏造成太大负担。这是一个简单却有效的航位控制法。好了，在避开了坏杯子和坏习惯之后，我们还要学会挑时间喝水。中医讲究天人合一，在一天24小时中，有3个时刻是你血液最粘稠、心血管风险最高的时刻。在这3个时刻喝1小杯水，简直就是救命水，比吃任何昂贵的保健品都有效。第一个黄金时刻，早晨起床后。这杯水是为了防止血栓。经过一夜的睡眠，人体通过呼吸和皮肤蒸发，流失了大量水分，大约有450毫升之多。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是人体血液粘稠度的高峰期，交感神经兴奋，血压也容易在清晨飙升，医学上称为晨风现象。这时候，血管里的血液就像粘稠的粥甚至番茄酱一样流动缓慢，非常容易堵塞血管。所以起床刷牙后，别急住吃早餐，先倒一杯大约250毫升的温开水，慢慢喝下去。这杯水能迅速被肠胃吸收进入血液，稀释血液，让血液流动起来，帮助预防血栓形成，降低中风和心肌梗塞的风险。第二个黄金时刻，睡前1小时。这杯水是为了维持夜间循环。很多长辈晚上不敢喝水，怕夜里频繁跑厕所影响睡眠。但是如果你完全不喝水，在漫长的黑夜里，血流速度变慢，血液又会变得粘稠，容易形成微小的血栓。我建议在睡前1小时喝一点点水，100毫升就够了，大约半杯的量。不要喝多，喝多了确实会造成夜尿困扰，影响睡眠品质。这100毫升的水足以维持夜间血液循环的通畅，避免睡眠中因为血流缓慢而引发的血栓性疾病，是一个平衡睡眠与健康的最佳方案。第3个黄金时刻，半夜起夜时，这杯是急救水。老年人因为射护腺或其他问题，难免夜里要起来上厕所。凌晨时分是脑血栓和心肌梗塞的高发时间，因为这时候交感神经开始兴奋，而身体又处于缺水状态。所以如果你起来上完厕所，不妨在床头柜放一杯保温杯装的温水，喝上2口，大约100毫升。这不仅能滋润前兆的喉咙，更是给心脏和血管加了一道保险，防止突发状况。当然，起夜时也要注意动作放慢，遵循3个半分钟原则，不要猛地起床，以免发生姿势性低血压而晕倒。最后，我们要来纠正2个流传甚广的喝水迷思。很多人就是因为听信了这些谣言而搞坏了身体。迷思1，感冒了一定要多喝水排毒。我们常听人说感冒啦，多喝水就好。确实，普通感冒发烧时适量多喝水可以帮助退烧，促进代谢，稀释药物毒性。但是有2类人感冒时绝对不能乱喝水。第一类是慢性心脏衰竭的患者，这些人的心脏功能本来就弱，心肌收缩无力，如果听信谣言大口灌水，会造成血容量激增，心脏打不出水，血液淤积在肺部，导致胸闷、憋气、呼吸困难，甚至加重心脏衰竭。第2类是急性肾炎或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肾脏是负责排水的工厂，如果肾脏功能衰退，工厂停工了，水分排不出去，多喝水会导致全身水肿，血压飙升。这2类朋友喝水量必须严格遵照一组控制，通常需要限制液体摄入量。迷思2，每天必须喝8杯水，每天8杯水，这句话被过度神化了。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和国际机构的最新研究发现，每天8杯水，大约2000毫升以上，对于绝大多数活动量不大的老年人来说，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成年人每天其实只需要大约1500到1800毫升的水，这大约是6到7杯的量。而且大家要搞清楚，这1500毫升还包括了你吃饭喝的汤、水果里的水分、
稀饭里的水。其实日常饮食就能提供大约600毫升的水分，所以你每天真正需要用杯子喝的水，只需要1000毫升出头就够了。喝多了会怎么样？会导致血液中钠浓度急剧下降，引发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前面说的水中毒。症状包括头痛、恶心、呕吐，严重的甚至会抽搐、昏迷。很多长辈觉得头晕，以为是贫血，结果一检查是水喝太多了。那到底喝多少才合适？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方法，不需要量杯，也不用死记硬背。看你的尿液颜色，如果尿液呈现淡黄色、清澈透明，说明你喝得刚刚好，身体水分充足。如果尿液很黄，味道很重，说明你缺水了，该喝水了。如果尿液像白开水一样完全没颜色，而且频繁跑厕所，说明你喝太多了，该停一停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最直观的信号。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帮助大家记忆，这些都是保命的关键。第一点，喝水方法，告别牛饮，学会小口慢饮。千万不要猛灌水，猛灌伤心，容易诱发心脏病。每次20到50毫升，水在嘴里留一会儿，喝20到25度的温开水，不喝冰水和烫水。第二点，杯子选择，扔掉毒源，回归朴素。扔掉2种杯子，一是底部带数字7的塑料杯，加热会释放致癌物双酚 A； 二是掉漆破损的旧陶瓷杯，重金属铅粒超标。不锈钢保温杯不要装柠檬水和中药，防止金属中毒。首选最便宜的透明玻璃杯，或者内壁无彩绘的陶瓷杯，它们最安全。第三点，黄金时刻，把握这3杯救命水。早起一杯250毫升，稀释血液防血栓；睡前1小时100毫升，维持夜间循环；半夜起夜喝100毫升，预防清晨心肌梗塞，降低猝死风险。第四点，喝水量，不要迷信8杯水。成年人每天只需6到7杯，总量约1500到1800毫升。黄金标准是看尿液颜色，淡黄清澈最合适。第五点，特殊禁忌，2类人要特别注意：慢性心脏衰竭和急性肾炎患者不要随意过量喝水，喝多了会加重心脏负担和水肿。具体水量必须听从医生建议。朋友们，喝水这件事看起来虽小，但对于健康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细节决定健康，习惯决定寿命。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把手里的坏杯子换掉，改掉猛灌水的坏习惯，这样大家就能少跑几趟医院，多享受几年幸福的晚年时光，含饴弄孙。如果你记住了这些，请给我一个赞，让我知道，并且把这篇文章转发给你关心的家人和朋友，让大家都能学会正确喝水，喝出健康，喝出长寿。在这个气温多变的季节里，祝福大家血管通畅，心脏强健，每天喝得开心，活得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